繼續來看，民進黨台北市長的參選人沈碧容昨日到饒河夜市拜票，伊應一間老店的邀請，離這個壁桌簽名。不過邊啊，和這個菜單砍掉的，竟然就是現任的市長蔣萬安4年前的簽名。代誌傳開了後，真濟人替蔣萬安抱不平，店家評論互冠甲壁，攏是無好的評論。店家是真困擾，規氣兩個攏歪樓了。已經把兩個人的簽名去掉，希望代誌告一個段落。透早準時開門做生意，不過爭議壁桌變較無共款。偵測白市韭菜砍過去的，就是拿到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沈碧容簽名。饒河夜市啊，100年老店東華和麵線意外加入政治風波。沈碧容昨日去到饒河夜市掃街，受到邀請佇咧壁面簽名。不過店家掀開邊仔菜單，下面是進前蔣萬安簽的，畫面公開引起砍搶的爭議。古過一切評論冠甲壁，唔是歹食，是因為去捌到政治。個有人感覺啊，安尼歹看，店家感覺真煩，規氣全部用白色的油擦擦掉。有很多的這一個網絡上的這個出征一心的一個評論那我覺得其實呢，無論如何那面牆不應該成為這樣的一個爭執的場所。沈碧容嘛發面冊講，將名擦掉，讓頭家會當安心做生意。伊也雙手贊成，嘛強調壁桌無名，我講有味。對手蔣萬安嘛感覺丟。不管是麵線還是油飯，我都很喜歡，我也會持續歡迎所有的民眾都可以到台北市的夜市、商圈走走逛逛、消費、品嘗台北的在地美食。面對政治爭議，100年老店選擇用白色韭菜，甲兩個人的簽名全部砍掉，老議會壁桌變較白色，希望爭議到這凍點。